歡迎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收聽阿貓阿狗說故事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係把東西收拾好。喺餵食村裏面有一隻可愛又貪玩嘅咖啡色虎紋小貓，名字叫小雞。小雞最鍾意玩玩具、畫畫、食零食、砌積木，咩都鍾意。不過佢就係唔鍾意收拾。玩完嘅積木散到一地都係，畫完嘅顏色筆又周圍掉，食剩嘅薯片就放喺床頭，連垃圾都係隨手一掉就唔理啦。每次小雞都玩得好開心，但係結果就係要媽咪幫手收拾，甚至連婆婆都要嚟幫忙。小雞嘅媽媽提醒佢：小雞，玩完嘅玩具要收好啊，咁間房先至會整齊㗎。小雞就揮揮手講：得啦得啦，等一陣啦，我而家玩多陣先。不過呢個等一陣當然就係冇下文啦。慢慢小雞嘅房間變得越嚟越凌亂，地板到處都係積木，書枱上面就滿布紙張、鉛筆、貼紙、擦膠等等嘅文具。床頭仲放住一包食咗一半嘅薯片，個袋又冇封好。晚上小雞瞓覺嘅時候一翻身，點知哎呀，我揈咗包薯片落床底添。第二日早上，小雞仲因為揾唔到自己心愛嘅蠟筆，急到跳嚟跳去。媽媽媽媽，我嗰支藍色蠟筆去咗邊啊？明明尋日都放咗喺枱上邊㗎。媽媽有啲無奈。小雞，因為你尋日冇將佢收好啊，你啲嘢亂咁放，咁梗係揾唔到啦。仲有啊，你將間房整到咁污糟，如果引咗啲曱甴嚟，夜晚你瞓覺嘅時候，佢哋可能爬入你個口㗎。小雞嘟住嘴，執嘢咁麻煩，同時心裏面都有啲驚，夜晚真係有曱甴爬入自己嘅口。嗰日晚上，小雞仲真係發咗個噩夢，夢見自己俾一大群曱甴包圍攻擊，嚇到佢扎醒咗。第二日，小雞嘅好朋友撻撻嚟屋企玩。撻撻係一隻灰色嘅史納沙小狗，佢就鍾意將啲嘢收得整整齊齊、乾乾淨淨。撻撻行到小雞嘅房門口，呆咗一呆。嚇，小雞，你呢度好似打完風咁嘅。小雞有啲唔好意思，嘿嘿嘿嘿，係咁上下啦。撻撻就話啦：咁好啦，我哋嚟玩騎士比賽啊！我做騎士，你就做魔法師，我哋一齊打怪獸。小雞好開心，好嘅好嘅。點知撻撻入咗小雞間房，行咗2步就踩到嚿積木，哎呀！佢痛到坐咗喺地下。小雞好緊張，撻撻，你有冇事啊？哎呀，對唔住啊，個地下太亂啦。休息咗一陣，佢哋2個諗住揾啲積木嚟砌城堡。撻撻就話啦：小雞，你啲積木亂七八糟，城堡塔頂嗰塊積木喺邊啊？小雞回答：可能喺枕頭下面，又可能喺床下底，都可能喺垃圾桶旁邊呢。佢哋2個揾嚟揾去，揾咗好幾分鐘，都淨係揾得幾塊啱用嘅積木。撻撻同阿小雞講：小雞，我覺得要玩得開心，首先間房要執得整齊啲，啲嘢亂咁放，唔單止揾唔到，仲會妨礙我哋玩添啊！小雞望住自己亂糟糟嘅房間，再望下撻撻頭先俾積木整親嘅腳，佢心裏面都覺得有啲唔好意思。
小雞問撻撻：間房咁亂，點收啊？撻撻就答佢啦：當然可以啦，我教你一個好有效嘅收納大法。每一樣嘢都有佢哋嘅屋企，例如積木就住喺積木箱，蠟筆就住喺文具盒，書本就住喺書架。食剩嘅零食就要封好，煮返去雪櫃或者食物盒。垃圾就要返到垃圾桶嘅屋企。小雞覺得好得意，即刻照住做，而撻撻都喺一邊幫忙。10幾分鐘之後，間房慢慢變得乾淨清爽，陽光從窗戶照入嚟，間房睇嚟又明亮又舒服。小雞都好開心，哇！原來我間房都可以咁乾淨，好靚呀間房。撻撻笑住同小雞講：係呀，有手尾間屋就會舒服好多，而且整理好之後，先至可以好好咁樣玩，好好享受。由嗰日起，小雞每次玩完都會自己將啲嘢收返好。起裝嘅時候有時都會唔記得，但只要媽媽提醒佢一句要有手尾，佢就會乖乖將啲嘢收返好，仲同自己講：學撻撻話齋，每樣嘢都有自己嘅屋企，我要將佢哋放返喺原位。小朋友玩玩具、畫畫、食零食都係好開心嘅事，但係玩完食完之後，記得要將啲嘢放返佢哋嘅原位啊！要記住自己嘅嘢自己收拾，用完嘅嘢放返原位，食完嘅零食包裝就要放到垃圾桶。小朋友，你哋有冇好似小雞一樣，經常玩完玩具之後就隨手一放，書本、零食又亂咁掉，搞到間屋同埋自己間房亂七八糟呢？聽完呢個故事之後，希望你哋都學習小雞同埋撻撻咁樣，要有手尾，將啲東西放返好原本嘅位置，保持屋企同埋房間清潔。今日嘅故事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你哋喜歡，請點讚同埋訂閱呢個頻道，並分享俾朋友仔。我哋下次再見。